明美英国叫做蓬佩，这个所在是印度人口上靠出阁上热情的城市。这摆，阮要对开阔的明美市，经过西边的古拉加特邦，要去美妙阁充满异国情调的拉加斯坦邦。嗨，查某囡仔，一场特殊的印度日出仪式等在等我。你会使甲这个伫皮肤代替上门？我已经感觉较有精神啊！我阁享受一撮私人的印度艺术巡礼。你看这个行的砖塔，实在是有够特别的。敢若嘟嘟车啦，会当伫个街仔路驶。印度两大宗教，印度教甲伊斯兰教，要安怎伫遮话阁信奉多神信仰的都市内底并存？敢若徛伫个一尾大尾鱼仔的腹肚底。欢迎来到印度。